69萬8嘅 M4 雷霆4驅，23年3萬公里，呢啲車咧千祈唔揸得去見外父嘅，一睇就唔係咩好人揸嘅車，去睇盞燈，唔知點解會好興將佢改成黃色啦，呢一條嘢咁其實可以復原嘅，貼咗個改色膜，呢隻紫色備咗案嘅，所以就算係收翻嚟嘅車我都冇去搣膜啦。原車就係呢隻灰色嘅，選配就應該選咗6萬幾蚊，係因為上一手車主都係二手買嘅，佢買嗰陣就冇選配單，只能夠靠自己對啦。我見到嘅咧就有隻紅卡鉗啦，有內飾嘅皮啦，有碳纖內飾啦，哈曼呢啲應該唔使選噶啦。眼尖嘅朋友評論區話俾我知仲揀咗乜啦？全車跌過晒咧，金屬面係冇任何鈑金，冇噴漆嘅，但係啲塑膠件咧我就要搣膜先至知啦。4隻鈴咧有啲地方係有磨損花痕嘅，準備去做一個修復，要4到5日時間。所以如果呢幾日你過嚟睇部車咧，你只可以睇半部啦，試唔到嘅。睇翻張發票加購置稅落地110幾萬，咁慳幾錢，自己對比啦吓。而家呢一代 M4 開始咧，其實4驅係最好賣，都係最保值嘅，因為4驅同後驅唔再係單選題，屏幕撳下粒掣即係可以後驅，不過要強制你關防滑嘅，菜雞啲嘅人就唔好試啦。避震塔頂螺絲係鬆過嘅，之前係換過套避震嘅啦，排氣又改過啦，至緊要冇事故吓，公里數又唔多，年份又新，呢啲價錢你哋啱唔啱？